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iss Ella。今日想問下大家，知唔知道幾時應該用是字部首，幾時要用依字部首呢？先嚟同大家講下是字部首。是字部首呢，只有一點嘅啫，通常呢就會同祭祀有關嘅，例如係神明啦、拜神啦呢一啲字。以上呢一啲就係會用到是字部首嘅字啦。而依字部首呢，就會有兩點。通常呢就同衣物有關嘅，例如係衫、被、裙、袍呢一啲字。而大家有冇留意到初字點解要加兩點呢？其實初字係解裁衣之始，係整衫嘅第一步，要用剪刀去將啲布剪開，所以初字就要用依字部首，要加兩點啦。今日就分享住咁多先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中文嘅知識啦。